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性案資料第21個視頻介紹演員陳小春。生辰資料可以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冇對應果老星格組合。陳小春由洗頭小弟到知名藝人嘅逆襲人生，生於廣東惠州客家家庭。佢以13歲輟學闖香港嘅底層經歷為起點，憑借韌性與天賦喺歌壇影視綜藝三界闖出天地，用近40年生涯書寫咗草根逆襲同初心不變嘅人生傳奇，更以山雞、韋小寶等經典角色成為跨世代文化符號。早年打拼喺生存掙扎到舞台曙光。1980年13歲陳小春隨父母籌水赴港揾飯食，因家境困迫，輟學剛起生計，喺建築地盤搬磚、裝修、鋪地板、大排檔做學徒，手打牛丸，後喺髮型店由雜工捱到洗頭師傅。命水嘅轉折出現係一次偶然嘅面試。1985年佢憑舞蹈天賦考入 TVB 舞藝員訓練班，成為譚詠麟、張國榮等巨星嘅演唱會伴舞。之後加炮仔、風火海組合，正邁入演藝圈，演藝巔峰，影視歌三棲嘅時代印記。電影破局。1994年憑晚九朝五鐘阿寶一號奪第1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，同年因金枝玉葉提名最佳新人，打開銀幕知名度，角色封神。1996年古惑仔系列中山雞一號旺兇出世，佢以桀不馴又重情從義嘅演繹，等到角色成為華語影史經典，系列電影2部躋身年度票房前5。1998年 TVB 版《鹿鼎記》中，佢飾演嘅韋小寶醒目狡黠又接地氣，應該劇豆瓣評分高達9分，成為歷版最佳詮釋之一。音樂領換喺組合歌手到金曲製造機。1997年發行首張個人片《大件事》，憑成王敗寇、亂世巨星等古惑仔主題曲奠定江湖氣質。1999年神啊救救我，沒那種命斬獲香港叱咤風雲獎，開啟調侃式悲傷嘅音樂風格。2003年與陶喆合作嘅《算你狼王掃兩岸三地獎》，成為其國語代表作。情感路上，2010年與應采兒結婚之後，夫婦兩人歡喜互動，成為公眾眼中嘅模範伴侶。星案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s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陳小春嘅視頻就講到呢處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